洛杉磯警察局舊年回絕咗超過1700起偏見執法嘅投訴。此前，從2019年到2021年，洛杉磯警察局同樣駁回咗所有此類投訴。根據 LA Taco 嘅報導，除咗偏見執法投訴之外，洛杉磯警察局仲報告稱，關於工作場所存在令人不快嘅性騷擾或者不平等待遇嘅指控，冇一項得到成立。儘管如此，該部門承認喺舊年有1/3嘅員工喺投訴中被提及，然而只有3.4%嘅正式警員同埋1%嘅文職僱員喺最終成立嘅投訴中被提及。舊年該部門結案嘅投訴超過4700起，創下4年嚟嘅最高紀錄，但係只有4.7%嘅指控成立。據悉，對洛杉磯警察局投訴系統嘅批評已持續數十年。前警察局局長 Mitchell Moore 亦都表示，目前對偏見執法投訴嘅調查方式，對所有相關人員而言都無法令人滿意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